位細佬咧就叫做游青山，係游青園，又名牛精園，又名劉精園個黃師兄弟，唔止黃子兄弟咁簡單，仲係黃師兄弟。如果大家咧查實係披治岸嘅客仔嘅話咧，就應該塞得滿。事關細佬游青山啦，喺披治岸嗰度咧係有個地盤叫做新聞冷噏，得就噏嗰個噏吓。咁啊逢蚊地到快地，夜晚11點幾都會發聲嘅。試問誰能未發聲？噔噔噔噔啊！總之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去聽聽。不過要做會員啦即係幫忙大佬世界能咯。咁由於呢個新聞冷噏咧，聽講好受歡迎，受歡迎到連患咗老人痴呆症嘅馬英鐸咧，聽講都係好中意聽，一路聽一路笑，笑下又喊，喊一路又笑，跟住又諗翻起自己幾歲嘅時候喺香港廣華醫院嗰度咧賴屎賴尿嗰啲，其實佢走咗噶啦，去咗台灣噶啦不過又記錯晒，老人痴呆係咁噶啦。咁總之好受歡迎個新聞冷噏，所以細佬個契大佬即係黃絲大佬游青園咧就叫細佬就做埋通渠佬，通埋 YouTube 呢條 tube 希望大家都 like 大佬係嘛，好似好好玩咁樣叫我又做真係收買人命咩大佬，禮拜日都做埋，點講都好啦。好啦，閒話勾題，言歸正傳，今集呢係第一集嘅游青山怪論新聞冷噏要去批場聽下。呢個游青山怪論咧就喺呢度有得講，就係講咩咧？哇，犀利啦，轟動全港。軒公公做呢個石 Q 局嘅導師跟住個問題，what next 呢就係姜 B 呢還會遠嗎？大家好擔心姜 B 點呢？各位話說軒公公接受啲外國報章《文西報》嘅專訪，咁佢咧就話對過去年少無知使唔使唱埋食人肉，年少無知嘅言行感到懊悔，好後悔。嗰個懊悔咧，仲話自己咧過去一啲嘅言論同埋作品嘅演繹方式都不當令人質疑，又質佢又疑佢啦。佢心係家國同埋香港嘅情懷同態度俾人質佢就為咗呢樣嘢咧，好真誠咁致歉即係假情致歉，咪真情致歉咧，好明顯咁咧，軒公公咧就隆重透露佢最近成為呢個石 Q 局嘅爭香引導項目嘅導師仲將會喺今個月之內咧就擔任分享嘉賓揸住條賓更加嘅話咧，上半年內咧就親身帶領啲項目參加者，即係PK 咧話嗰啲咧要去電視認罪嗰啲就去到內地交流訪問大佬，你咁樣有邊個使你交流而家啲後生仔個個冇翻過大陸咩？係咪？跟住咧，軒公公就話讓佢哋咧可以親眼見證國家嘅繁榮昌盛，亦都希望咧未來能夠持續咁參與呢啲項目，同年青人同行成長，共同為國家同埋為特區嘅發展作出積極嘅貢獻。咁話大佬，哇！你講到咁真係感人肺腑，蕩氣迴腸直頭呢啲咁嘅說話可以拎去參選特首做政綱啦，係咪咁講而且軒公公咧可以話更加成為咗香港藝人公開認錯嘅差唔多講錯添，表姐幾乎忍唔住佢第一人 number one
玩下手可以咧，係成為第一個藝人咯，攞埋呢個大紙巾勳章啊，大佬，哎呀，好大嘅紙巾嘅勳章，而更加重要嘅係，英公公開咗個先例啊嘛，正所謂古語有云，古有語云，一次污，兩次穢，三次做人世。哇！以前啲姑爺仔係咁樣講啊嘛，搞條女搞一次，咁啊喊兩次，三次就咩冧噶啦，咁樣諗嘢噶佢哋。喂，乜其他溪市咧，肯定陸續有嚟啊，係咪？而好肯多人咧都窮傷嘅咧係英文嚟嘅窮傷嚇。阿姜 B 會唔會咧都會認錯咧？甚至乎咧唔着黑衫啦，以後都因為俾人話乜咧甚至做埋呢個繼呢個軒公公之後，做埋十 Q 局嘅導師一齊翻大陸棒即係嗰種關於呢個問題個答案係可能性唔大。但係可行性唔細，乜嘢解救咧？乜嘢意思咧，大佬？嗱，即係咁講啦，姜 B 咧，自己咧肯定係唔想、唔願、唔肯，係做埋晒啲咁核突嘅嘢。但係佢個幕後大老細，即係嬲口角，所以大老細咧，你柒你，就咩柒你柒你啦。就肯定覺得咧，姜 B 奇貨可居，一定會高價而沽啦，係咪？養到你肥肥白白，為乜啫？都係為咗有朝一日咧可以賣你個囉柚嘅，係嘛？咁搞法，阿姜 B 可以點算咧？我哋要營救姜 B 大行動喎。嗱，為更之計咧，細佬咧，而家避居台灣都冇計，翻唔到嚟。不過都俾條橋啦為更之計咧，阿姜 B 咧最好係借啲意同香港市民講演唱會又好，商場 show 又好全民做雞又好，唔係全民做啦星又好，買都好啦如果第日咧即係咁講即係公開講去同大家講話各位如果第日咧我姜 B 講咗啲咩唔多似係我姜 B 講嘅話咧。咁我姜 B 就可以好肯定1000%可肯定咁同大家講，嗰個笨唔係姜 B， 而係姜啤嚟噶，唔係姜 B 係姜啤嚟噶，所以唔係姜 B 係姜啤嚟噶。咁樣咁睇下得唔得啦？總之樹到如耕啦，我由青山細佬由青山咧，喺翻青山之前咧。都忍唔住要講埋呢一句噶，呢一句啲老香港好興講嘅，就係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呢啲霸王別姬嗰啲成日都有呢句咁嘅嘢噶啦，係嘛？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即係話做雞嘅無情，做鴨嘅無義唔係戲子唔係做鴨做戲嘅無義，即係咁婊子無情，戲子無義，過去如是，現在如是。未來更加只會再核突啲唔係你估。今集就講到咁上下啦，希望大家都 like，繼續支持，再支持，拜拜。